应该怎么做，就是你的记忆在发号施令。那我们的做只会两件事，一个就是你的记忆去发号施令，你应该怎么做，然后根据我们所学的去做判断，这个叫做记忆发号施令的时候，你潜意识就被困住，就没办法解决事情。可是当我们如果容许这个记忆在做主宰的时候，你心智的那个所谓的零极限的那个力量，那个空、那个无限的那个力量就出不来，所以它就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灵感。可是当你一直清空、一直清空的时候，当你想的一件事情，不用去想这件事情怎么解决，我要怎么完成这件事情，甚至是不用去想方法。他甚至讲到这个修兰博士跟维泰利博士，还有讲到说他要办一个讲座，那我要做什么准备？修兰博士居然跟维泰利博士说不用准备，完全不用做任何的准备，你只要清空你自己。他说那我要预备多少？因为他要办一个讲座嘛，不用准备，准备好的人就会来。他只是唯一要做的事情，只是清理自己。对。那人们累积了上瘾般的记忆，认为别人需要帮助、需要协助，我们都会觉得这个人需要我帮他，我遇到困难需要别人来帮我。其实这本书讲的就是人就是神性，你可以创造一切，我们是不需要别人帮，也不用去帮助任何人的，你只要清理你自己，你就可以创造一切。就是透过工作形成的大我意识，这边简写是 SITH， 就是要释放这些在潜意识里的这些记忆。那这些记忆就是说，问题是在外面，而不在自己里面的认知，就是拢是厉害的，拢是安怎都安怎，拢是天气不好，都是台风天才会怎么样。可是这边讲的就是一切都是在里面，可是我们的记忆都是拢是安怎，拢是别人安怎，拢是天气安怎。那我们只是要去清理这些东西，不用管别人，先释放自己，再让其他人就会跟着解脱，不用去想这个人怎么帮。那对自己人生负全部的责任，你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它在你的生命里面，所以都是你的责任。那这边就有人就会觉得说，那像那种被强暴的妇女是他的责任吗？被伤害的、被骗钱的，难道都是这个受害者自己的责任吗？那博士跟他讲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你都在场，只要你在场，就是你的责任。有没有那种别人的事情，然后你不在场，那就不是你的责任嘛？可是当你有情绪，你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一定是你在场，你都在场，那就是你的责任。它的重点就是你都在场，就是你的责任。整个世界就是你创造的，所以你看到的、听到的、品尝到的、接触到的任何方式、经历到的，包括我刚刚讲的，在宝宝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，他根本没有听到，他只是感应到他的细胞接受到这种能量。不管是你有意识、没意识，有没有看到、听到、碰到、接触到的，只要出现在你的生命，就跟你有关。任何你经历到的人，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人，喜不喜欢这件事情，都是你的责任，都要我们来疗愈。因为如果不是从你内在投射出来，这些东西是不会存在的。问题不在他们，在于你。要改变他们，要改变自己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改善你的人生，就要先疗愈你的生命。那你想要治愈任何一个人，就要先疗愈自己做起。爱自己就是提升自己最好的方法。那爱自己就是讲那4句话。下面看不到吗？对，当你提升了你自己，你就改变了你的世界，毫无例外。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任何问题你都在场。所以，当我们进行和工作这个清理法的时候，你根本不用去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问题在哪里，是谁的错，都不用。我们只要去察觉你的身体上面，包括今天怎么这么累，怎么这么痛，跟心情怎么这么难过，我们只要去察觉你有什么感受，生理、心理、情绪上面的感受，那对着这些说，我爱你，对不起，请原谅我，谢谢你就够了。你不用去想到底是谁的错，想不完了，因为我们想的都是太表面，都是意识的，可是真正重要的是你没发现的那个部分。所以只要想这样就好。那这边是说创造出和这个疗法的这个作者、这个创办人，还有一个祈祷文，就是说合而为一的，就是你可以这样子跟自己讲，或者是静下来的时候念的，合而为一的神圣创造者，父亲、母亲、孩子啊，
从创世之初到现在，如果我的家人、我的亲友及我的祖先，在思想、言语、行为及行动上曾经触犯过你的家人、你的亲友和你的祖先，那么我们请求你们的宽恕，让这种清理、净化和释放，剪断所有负面的记忆、阻碍、能量和震动，并把这些不需要的能量转化成纯净的光，这一切就完成。有没有发现他从世界的不管父亲母亲，从一切，包括是我们过去伤害到我们的祖先哦，去伤害到我们的祖先或累生累世的记忆，去伤害到对方的祖先九玄七祖就对了，都要祈求原谅，因为这些都会造成。既然这些人跟你有关系，是祖先，然后跟他们有关系，那就是跟你有关系，不管迁多远，就是跟你有关系就对了，所以都要请求这些的原谅。那怎么请求原谅？就是请求自己的神性的原谅。那一般我们觉醒会有3个阶段，从修行从因果。第一个就是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，一般人差不多所有的人出生都会觉得有一种无力感。那大多数的人也会一直这辈子都维持在这个无力感的状态里面，就觉得我们是这个社会上种下的一节的果，没有影响力，就是这些小孩安诺读安诺，所以咱今天你带安诺读安诺，都是别人的错，所以我是受害者。那在这样的状态，我们就会抱怨，就会控诉，就会抗争，跟掌权的人做一些抗争跟抗议，生活基本上你觉得糟透，因为你觉得无能为力，我是这个社会、这个世界的受害者，我是出席来讲好就对了啦，这个叫做受害者。那第二个阶段呢，好一点，你开始有掌控权，开始接触到一些秘密啊、心想事成啊、一些潜能开发的一些资讯，开始觉得我要思考正面一点，我可以改变世界，然后你就领悟到意识，我可以借由心想事成，然后信念去冥想来改变，譬如说冥想我变成有钱人是什么状态，我开什么样的车，我住在什么样的房子，然后发现说，我这样的冥想好像有一些成果哦，好像真的买到车子，好像真的买到房子，这是一些在心想事成，在第二个阶段心想事成秘密这个阶段的状态，然后你开始会体验到一些比较开心的成果，生活开始不错，可是有时候你就会觉得，好像也不是永远都能这么正面哦，就觉得他怎么我明明就很正面，怎么还没有？所以就到了第3个阶段，就是要到零极限的部分，你开始觉醒了。我们就会开始去练习，说每一个当下都在察觉，不管在怎样的状况出现的时候，我们都跟神性做连结。那开始去认出朝着你而来的灵感，然后去采取的行动。那我们能领悟到，我是选择我的生命，而不是控制。我不是去控制说什么事情发生不发生，这个人能不能伤害我，这个人会不会对我怎么样，就是我想要去控制我的生命，我想要造成这个孩子，我要这个孩子怎么样听我的话，我要我老公怎么样，我要我老婆怎么样，这叫控制你的生命。可是这边告诉我们的是，我们能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你的生命。那你能领悟到你能做最棒的事情，就是接受每一个当下。那在这个阶段，当我们一直在清理、在灵、在察觉这个状态，就是接受每一个事情都是我的责任的时候，那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奇迹，时时刻刻都在惊喜跟奇迹里面。那零极限有几个基本的原则，就是你对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一点头绪都没有，就是奇怪，我明明很认真，我明明很怎么样，我想要创造，怎么没有？就发现说，原来我们的意识，你想的并不是真正这个创造的这个世界的创造者，而是我们发现那个潜意识才是真的。所以并不是说我想要创造什么，我想要改变什么，我想要这个人爱我，我想要这个人对我好就可以了，并不是我们的头脑可以去控制这个世界的。那第二个就是你没办法控制每一件事情，你要放下，不管它会不会实现，怎么实现，什么时候实现。就是说，当我们在做清理的时候，不要想着我如果一直念这4句话就会怎么样，这个 case 就这个合作案就会成交，这个生意就会谈成，然后带着这个想法，到底什么时候？不要带着这种想法，就是放下，然后去清理自己，不要去想到我要念几次才会达成愿望，连这个都不用去想，它就会实现，臣服才是关键。再来第3个就是你可以疗愈发生的一切，因为你感觉得到，因为你接触得到，所以你就可以治愈它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因为你有，所以你看得出来。
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觉得哇，这个人他像猪逼，这个人他像神流，因为你有，所以你看得到。因为你很善良，因为你很诚实，所以你就觉得哇，这个人好善良，这个人好慈悲，这个人好怎么样？可是如果你看到别人都是这个人，那叫你开心点。这个人那叫有讲悲惨，这个人还是安那，因为你有，所以你才看得到。对，所以当看别人如果看好的话，就是表示因为你有，所以你看得出来。你要对你经历的每一件事情负100%的责任，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你的责任。可是他不是叫你说都是你的错，这是不一样的东西。这件事情跟我有关，所以跟我有责任，跟我有关，我就要清理它，而不代表说这些万我要扛下来，这是2件事哦。当别人发生问题的时候，就是你的问题。那通往零极限的车票就是说我爱你，像你的神性说我爱你，就可以清理你内在的一切，然后就是可以体验到当下零极限。灵感比意念更重要。灵感就是说，当你一直在清空的时候，你头脑会出现一些声音，告诉你应该怎么做。当你遇到一个状况，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，你只要静下来跟自己讲这4句话：我爱你，对不起，请原谅我，谢谢你。就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，我来拿了，你就会有一个念头跑出来。那你能做的就是你要不要根据跑出来的这个声音去做这件事情，这就是你意识可以选择做跟不做。可是当你一直去想，到底要往下面为，这个就是你意识在做，这个就是意念。那意念只是心智的玩具，灵感才是真正的，你可以创造出奇迹的东西。一个是小我，一个是灵性的大我。所以这整本书其实最重要就走这4句话：我爱你，对不起，请原谅我，谢谢你。那如果说其实一开始在不确定到底应该怎么做，很简单，其实就是那个心理咨商师那个姐姐跟我分享的。当我们有的人真的是不一定看得懂这本书，那你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就是大概把它翻过一遍，然后看得懂也看得懂，看不懂也没关系，就是有机会再慢慢翻。可是当你先把它完整的看过一遍，就算看不懂也没关系。可是当这种有能量的书很特别，就是我看完一遍之后，如果当你真的今天遇到什么状况，你只要闭上眼睛，然后想着那个状况，左手摸在这本书上面，翻开一页，随便翻开一页，因为你整本都看完，所以随便翻开一页，然后左右2边都看完，你就会有一个答案出来。那怎么做？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早晚跟自己说20次“我爱你，对不起，请原谅我，谢谢”。就是你起床的时候，起床刚清。